今日嚟睇一套佳景康城2期嘅二手樓。點解嚟拍佢呢？因為佢係一個佳景嘅神戶型，89平方，3房2廳2衛。咁我哋出到嚟陽台呢個位置所見到嘅呢，其實佢係一個高層，係冇錯啦，佢係一個頂樓嚟嘅。但係佢頂樓嘅設計其實可以參照翻對面嘅，對面嘅頂樓設計呢，其實都係仲有個好高嘅一段嘅距離。咁入到嚟廳呢個位置啦，橫廳大概4米嘅距離呢，你見到個梳化啊，全部全新嘅，餐台呢啲嘢全部都贈送俾你嘅，小擺件攞走。然之後令我最驚豔嘅呢，就係個廚房啦，個廚房呢，全部全新，搞掂晒俾你。然之後驚豔之處呢，就在於呢一個嘅騎樓啦。咁呢個騎樓呢，咁我覺得咁樣都幾大，但係呢，最特別呢，就係佢有個窗嘅，個窗呢係直接通到出面嗰個走廊啊。然之後再翻到嚟房間呢個位置啦，所有嘅房間都整好晒，全新俾你重新裝修過。然之後訂製嘅衣櫃啦、衣櫃、書台，仲有床啊，全部都係全新搞掂好晒俾你噶啦。然之後再到廁所呢個位置，廁所呢邊呢，唯一嘅不足呢，就係冇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啦。但係呢啲呢，全部都係全新噶啦，重新裝修過。當時業主買呢個單位大概要18000蚊一平方嘅木坯，咁裝埋裝，其實呢個單位成本已經去到成200蚊噶啦。呢間房可以放咗1.5米嘅床。再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非常之大嘅，衣櫃呢啲全部到頂，搞掂好晒，床啊，全部搞掂好晒。咁仲要係套房，套房呢個位置呢，佢唯一一個不足呢，就係冇做一個乾濕分離嘅平浴啦。呢個單位佳景康城2期89個方，3房2廳2衛，價錢比而家售樓部賣緊嘅4期呢，其實可以平到幾十萬嘅呢個單位。如果有興趣嘅，評論區下面留言俾我。